讲到2020的总统大选伫哪里以外，敢会有出现这个第三组的人马？目前手中有这个政党推荐门票的亲民党，听讲是台湾前立国民党甲王金平，就是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想要争取支持的对象。啊，亲民党方面嘛，正是讲，这个因两人拢甲亲民党来接触过，不过这两个人拢也未甲宋楚瑜见过面。有关这个大选的门票会予什么人？10月中就会知影。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甲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，敢会伫2020总统大选合作呢？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嘛，所以还有待努力，就是这样子。或者你怎么去达到参选的一个结果呢？那努力看看嘛，哈。无好就努力争取中，王金平这话好亲像干接证实，因为争取亲民党手内订过总统大选门票。不过亲民党方面证实，除了王金平以外，连民众党主席郭文典好亲像嘛积极甲亲民党接触。包括王金平院长也好，包括柯文哲市长也好，其实他们都有透过人想要来跟宋楚瑜主席聊一聊。 亲民党宋先生得到157万票，那是一个神圣的门票，所以说我们会慎重的考虑志同道合的盟友。总统大选人士参选的期限已经过，即卖希望只会当透过政党的推荐，摕到参选的资格。不过亲民党嘛无排除由主席宋楚瑜亲自出马参选。嘛有外界好奇的是，宋楚瑜、郭文典、王金平之间到底会行做伙，也是分行无同的路。